就结束，安尼吼。好，咱要来唱今日要唱的第二首的圣诗，是伫圣诗112首112。这首咱较无省吼，邀请圣歌队等下唱较大声小可。
谢咱的主，感谢咱的主。望咱的兄弟会通伫咱逐日甲主亲近的当中，将咱的烦恼拢摕掉，用咱的欢喜快乐来甲咱的主来甲来做伙。咱续接来吟这首诗。感谢咱的爸爸，望咱的兄弟会通好将对伫咱心里所唱出来这个欢喜，毋若是咱家己欢喜而已，嘛会通好将咱这个欢喜，甲咱四围的人做伙来分享，互这个欢喜会通好成做天地拢总来相感欢喜。今仔日是教会日所定着的长寿主日。嘛是咱国外节要来开始的这个礼拜，望咱的兄弟会通好着安静着咱的心，搁一摆来甲咱的主来甲主敬。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以下，当我回转
感谢你为着阮，提醒着你家己的活命，定死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来赎回阮的罪，为着阮，互阮过一摆有遮尔啊通宝贵的机会，搁转来伫阿爸爸面前，搁转来伫阿爸爸面前，搁一摆有机会来称做伊的囝儿。主啊，阮满心感谢你，是阮搁一摆要来孝念你，要来纪念你的这个代志。阮毋望主会通好带领阮，保守阮，互阮会通好安静着阮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甲主一三相分。阮知虽然主你为着阮钉死伫十字架顶，阮也知主你要对遐搁再落来，搁再叫我，搁再行做王，坐伫阿爸爸的大船。主啊，阮搁一摆安尼来感谢你，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免。耶和华，早起时你袂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排列我的心意，你的圣殿来敬拜。各位兄弟平安，咱做起立吟诗来学乐咱的阿爸爸上帝。新圣诗第85首，有限阳光甲学乐，咱做伙起立吟全首。
谢你，伫上起头创造了这个世界，伫上煞尾嘛创造了阮，搁互阮上起头的祖先一个真大的任务，就是爱甲这个你所创造的好好来管理伊。主啊，我满心感谢你，互阮有真欢喜自在的心，伫这个世界来徛起。伫过去这东活时间当中，全世界拢为着这个肺炎的疫情咧烦恼、咧紧张、咧担心，咧毋知影要安怎。主啊，当阮看到这个疫苗的发展，互阮的疫情小可得到淡薄的控制。主啊，阮满心感谢你。但是伫即时，阮也着转来看阮家己，主你所吩咐阮，互阮迄个上起头的祖先，迄个简单的任务，要来好好管理主你所创造者的。当即个任务到伫阮的手头，我嘛要搁一摆伫主你的面前，好了来反省，好了来检讨，阮所做的点有够吗？阮所做的点好吗？主啊，阮也要感谢你，为着阮的缘故，牺牲了你家己的活命，为着阮的缘故，钉死伫十字架顶，来了解了阮的罪。主，阮知你为着这付出偌尔大的代价，就因为阮是对伫阿爸爸家创造来的。主啊，阮也感谢你，伫过去济日子，虽然阮有拄着艰难、困苦，虽然阮有拄着刑罚，但阮也要感谢主，对伫刑罚的过了，主，你搁一摆原谅着阮，搁一摆了解着阮，搁一摆互阮有迄个名，通好转来伫阿爸爸你的面前。主啊，阮也为着这白白事项来感谢你。今仔日是教会所定着的感受主日，也是阮正兄弟要来孝念主你的国我的起头。恳求主，你会通好安静着阮的心，互阮甲主你三甲做伙时，无搁亲像进前，只是一直咧开喙，主啊主啊，你着爱互我什么？主啊主啊，你着爱重赞阮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毋茫伫过来日子当中，你会通好互阮有够额的智慧，通好甲你三甲做伙时，通好安静着阮的心，来听主你所要甲阮讲的。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免。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主阮平安。阿免。大家咱做伙三甲来起应，经文伫圣诗的后壁面。今日咱所要起应的是第11篇。经文第11，或者来起，兄弟咱做伙来应。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搁心无奸诈。
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嘛通亲像马、骡无知识。歹人会受真多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作者，咱们也请圣歌队带领咱来献诗。今仔日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是何旦那。所立成的诗，迄个大家欢喜快乐的气氛。接着，咱做来听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今日咱所要看的圣经则有两位，头一位是伫旧约出埃及记第12章第1节到第13节，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到第13节，伫台语汉语本的第70页。我再来读兄弟书信来听。看过者，耶和华伫埃及地对摩西、亚伦讲：即月着做恁的正月，做年的头一月，恁着对以色列
全会讲，本月初10日，逐人着照老爸的家取羊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伤少，一只羊仔食袂了，伊着甲隔壁的厝边照人野3角取一只。恁备办羊仔，着按算逐人所画者的量。恁的羊仔着无瑕疵的，未满年的羊倌仔。恁着对绵羊中，也是山羊中取伊拢通。恁着留到本月14日，黄昏的时，以色列全会众人着抬羊仔，因着取淡薄血。我伫食羊仔迄间厝双边的门屉甲门楣。迄暝着食羊仔的肉，用火逼伊，甲无干饼、苦菜含在食，毋通生吃食。决断毋通用水煮，着用火逼。头、骹甲五脏拢着食。第10节，拢毋通留过早起，若留到过早起，着用火烧。恁着安尼食伊，腰骹大，骹穿鞋，手举竿仔，也着赶紧食。这是耶和华的bán假节，因为迄暝我要变形埃及地，拍死埃及地一切头生生的，无论人甲精生，搁要审判埃及一切的上帝。我就是耶和华。第13节，这个火伫恁所徛起的厝，要做恁的记号。我一个看见这个火，就要盘过去。我拍埃及地的时，灾厄无到伫恁的灭，无灾厄无到伫恁来灭恁。以上。过另外一节，伫新约马可福音书第14章第1节到第2节。马可福音书第14章第1节到第2节。过2日就是bán假节，搬过甲猪肝的节。这个节时头甲经学士找看着用什么诡计抓耶稣来害死伊，因为讲当节期毋通，惊了百姓有扰乱。以上。请兄弟做起立，用主教示咱的主祷文，3甲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大接讲道，今日牧师所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搬过节的羊羔。搬过节的羊羔，咱将时间交牧师。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中秋主日，棕树节，就是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正兄弟姊妹，这个民众也中秋期，甚至家己的衫铺伫涂骹来迎接耶稣来入耶路撒冷城。今日咱的圣歌队用真好的诗歌，真感动人，搁真轻快的旋律，旋律来帮助咱来了解，当众人咧喊发和散那的时，是有动作、有表情的是欢喜，是欢迎耶稣来入圣城。总是伫耶稣最后这一礼拜，最后受了
拜五，咱所讲耶稣的受难日，英语叫 Good Friday 后头礼拜五，就是耶稣为着咱来牺牲，更是价值。咱即几礼拜，咱的社会新闻，互咱真痛心，就是有咱遮伫东部有咱遮发生的事件，有人拍迄相片伊即摆手机真方便有人搜就是迄只相片看到人倒伫即个路边，甚至人跋落沟仔内面无法度去甲救，求上帝放下怜悯，也有死心。以及咱战斗机意外，造成咱真优秀的即个飞行员失踪甲受难，为着即个家庭，甚至即两个遮尔少年。甚至因来家后，巴肚内还佫有细囝吼，这细囝要出世就看袂着袂赴看着老爸即种互人感觉真伤心的事，咱嘛伫即礼拜受难周替因祈祷，为着因丧失亲人的家庭来祈祷，互咱即点嘛同心做伙三角来祈祷。愿上帝你听阮竞选。阮诚做你的囝儿女，嘛，互阮伫主就是7日的头一日来组织，伫主你的圣会，伫圣殿内敬拜而乐主。恳求主你施恩互阮，因为你接着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赎回阮。但阮今仔日嘛，奉主的名组织，恳求主你施恩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帮助阮的性命有主你的恩典，嘛有主你会疼，阮献上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免。这几个礼拜拢是受难周，就是耶稣最后这几日拢记载伫圣经的内面，而且记载非常的详细吼。所以耶稣为着世间人受难的日，拄好伫旧约所记载的搬过节吼，犹太人的搬过节。照传统犹太人因过节节爱7日，7天。就那亲像咱古早时代农业社会咧过新年，爱过15日，爱过到元宵。总是连续7日拢爱献真侪节。头一日甲第7日是休困，互百姓来守严肃会，严肃会。所以咱看到今仔日的圣经有2节，一节伫旧约，一节伫新约。拢是伫咧讲搬过节的事。当耶稣要想搬过节晚餐的前2日，这时头甲经学士就是祭司长跟经学士已经有计划要来陷害耶稣，但是因为这个节是犹太人真重要，嘛是因上大的节日，真侪离开故乡的犹太人拢返来过节。那亲像咱过年的时，真侪人返去家己的故乡过节过年团圆。所以当这耶路撒冷城拢真侪人，耶稣嘛是因为安尼来到耶路撒冷，要来过搬过节。所以入城时受到真侪的群众来举樟树枝来欢迎，而且佮铺衫伫涂骹，互耶稣那亲像咧行红地毯一样。迄种的贵宾式的欢迎，所以这时头甲经学士有计谋，但是因烦恼讲万一咱若甲耶稣抓起来时，检查这些百姓会起乱，会起乱。所以这起乱会造成因互罗马政府镇压，所以经学士到这时头伊嘛小可会烦恼，总是。耶稣的学生犹大，伫搬过节的进前来找这时头，来找这祭司长用30箍30以色列的钱，将耶稣来交互伫因的手，用金喙来做一个记号。其实耶稣嘛早就知，所以耶稣不断甲学生讲：恁可能会失去我，恁。有可能有一日我无伫恁的身躯边，但是耶稣学生也毋知影耶稣咧讲啥物。只有伫最后搬过节时，就是咧守这晚餐的时，耶稣已经
明示啊，本来是暗示吼，已经明示甲因讲吼，已经设立着新的约，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设立吼。所以耶稣嘛知影吼，这场伊可能是走向袂过，伊嘛知影讲这场真大的事可能降临伫伊的身上，这嘛是上帝所成就的事。马可福音14章第1节到第2节，吼，讲有可能原本是当避免的。因为经学师甲祭司长，因有因烦恼，因有因考虑的事，总是耶稣学生犹太，家己去找祭司长，祭司头吼。所以这场是耶稣行过割瓦的路。耶稣割瓦了，伫以马五的路上，有2个学生，伊这2个学生佫认袂出耶稣，所以这2个学生讲：你敢毋知影？前几日伫耶路撒冷城发生真大的代志，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行大的官灵，钉死伫十字架顶，要赎回以色列的百姓。而且耶稣无伫坟墓内，已经过活。耶稣陪这2个人行一段的路，后来这2个人较发现讲伊就是因的老师耶稣。今仔日是中秋主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受到人的欢迎，耶稣最后这6日受审判、受苦难，到割瓦的这段时间，拄好是犹太人要过这个搬过节Passover。对于安尼来看，犹太人因伫搬过节时爱团圆，做伙食搬过节的晚餐，照因伫出埃及的时所留落的传统，因会做伙团圆，然后会讲搬过节的故事。会讲出来记的故事，但是这顿包括做暗顿嘛，正做耶稣最后的晚餐，耶稣最后的晚餐。所以耶稣最后这顿嘛讲，嘛会当讲是伊有记录最后又食饭的所以伊甲门徒做伙三甲来守这个搬过节的晚餐。中秋主日，咱有可能甲焦点重点放伫2个所在，第一是耶稣徛迄只炉啊。第二是有真侪人来迎接，来欢迎耶稣，甚至讲这个何塞纳，何塞纳就是拯救者，嘛是通学乐的。所以有真侪人去园里，去路边插这个中秋机来迎接耶稣，讲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该得学乐的。所以2点，一点是儒雅的顺服。儒雅愿意陪耶稣来入耶路撒冷城所以儒雅嘛真做咱学习顺服的课题甲一个对象。是中秋主日，咱嘛要来思考几项事。第一，耶稣受对敌的计谋，就是已经甲伊无真好的这个气氛定定咧辩论，就是法利赛人、经学师。甚至是撒都该人，所以耶稣可能会含了对敌的计谋，耶稣可能遭受性命的艰苦甲苦难，耶稣受审判，互兵丁来欺人，所以兵丁甲伊掠起来是奉什么名？是判伊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被定罪，然后爱派这个十字架，耶稣被钉伫十字架顶。耶稣断开伫十字架的顶面，耶稣入坟墓了后割活。一个主日，咱要过割活的日，就是割活节。所以耶稣最后一礼拜的行程，伫圣经的记载，礼拜日入城的日就是中秋日。拜一又清洁圣殿，又伫遐医好痴迷甲太哥的。礼拜二又甲法利赛人。甲这希律党的人、撒都该人伫遐辩论。拜三就是犹太去找祭司长来讲，怎样要做一个交易，将耶稣来交互伫因的手头。拜四就是要准备过搬过节。耶稣吩咐伊的门徒来过这个备办这个晚餐，嘛是主耶稣设立的圣餐。拜五耶稣受难。伫彼拉多的林内受审判，彼拉多
原本是要放耶稣，伊讲这我找无到什么种的罪啊，结果伫搬过罪爱偷放一个人，互一个人得到特赦吼，特别的下面，结果因是放迄个害人的犯人吼，巴拉巴吼。所以耶稣伫要拜六、要拜五安息日的开始入坟墓，到伫要拜六，以及伫礼拜日过活的日。所以伫众人的烦恼的下面，耶稣知影伊爱面对伊的对敌。这犹太平常是管理耶稣这个小小的团体，耶稣甲这12个学生，吼因的金钱，吼伊就是咧保管这的金钱的人。约翰福音有讲，伊常常摕这的钱做伊私人的路用，所以对钱真有意见。当伫伯大尼，耶稣伫遐咧做咧伫遐吼，伫邻家厝伫遐咧做客的时候。有人用哪搭香油来抹耶稣的身躯，犹太就有意见讲：哇，这遮尔啊贵，这会当拯救真侪送香人，但是犹太却用30个犹太人的钱来做交换耶稣的条件。所以伫受难日的头一日，的前一日，耶稣互卖，而且互掠。伫搬过节，伫搬过的前一日。就是这天赛搬过迄个前一日，因伫遐食犹太人搬过节晚餐，是要纪念因的祖先离开埃及，离开迄个做奴隶的所在。搬过节晚餐诚做耶稣最后的晚餐，搬过节晚餐嘛诚做耶稣的最后一顿。咱来看犹太咱来看这搬过节搬过节中间就是受难日吼。咱看犹太这犹太历吼，搬过节吼，甲这度假节是差不多吼接近，所以咱修7天，伫这个7日的中间，因家户爱先准备一只羊啊，所以伫搬过的前4日就开始来准备，开始来准备这只羊啊，然后纪念这只羊啊所流的血，因着犹太人。因的活路，甲因的未来所流的，若无即只羊所流的血，来抹伫门徛甲门楣顶面，互天使来搬过，成做一个留下活口的记号。安尼犹太人有可能甲埃及人共款，拢会丧失性命吼。所以即只搬过节羊羔对犹太民族来讲，是救命的羊，嘛是延续因的命脉吼。的羊，嘛是拯救因犹太民族的羊啊！这个才是民主的救星啊！就是爱靠这只羊啊吼！所以家户你若是食袂了，你甲隔壁的厝边大家公家无要紧，总是这羊血一定爱记得抹伫门的顶面，拄啊，甲咱亲像咱咧过新春共款，贴春联红色的吼，抹伫门的上边，佮抹伫门楣顶面。这是犹太人的新年，因的第一月的初十，所以上帝囝耶稣基督拄好伫这时阵取代了搬过节羊，耶稣基督的宝血嘛取代了迄只羊所流的血，所以耶稣互钉伫十字架顶，承受世间人所有的罪。伫迄当时，耶稣互安怎？互伊的学生气杀。大家走到无看人，而且互这兵丁甲伊侮辱，互这百姓，甲伊唾弃，所以本来是一个欢迎的，到后来变做是安尼。感谢这是上帝的计划，拄好伫这个搬过节的中间。原本是犹太人要纪念因赢过埃及法老王，因为包括。法老的大囝嘛，向上帝甲拍死，所以犹太百姓民族因咧纪念因得到恩惠的这个时刻，耶稣煞来为咱来受难，所以受难周的中心点拄好是伫这个搬过节逾越节，这个搬过节是耶稣互钉伫十字架顶得到荣耀的时刻，因为圣殿的玻璃迄个场，迄个帐篷迄有裂开，
有真侪教会的装潢，因真爱伫十字架的后壁用一个布所以伫路加福音23章45节讲殿内的玻璃来理做两边。伫澳洲有一个农场，伊个厝顶有一只羊仔的雕像就有人去参观讲，你这厝顶哪有一只羊仔伫咧厝顶咱要甲一只羊仔放伫厝顶。然后这个主人就讲这是一个故事。有一摆我伫厝顶咧修理厝的时，因为厝顶的漏水，伫遐咧修理厝，拄好有一群羊仔对下面行过。伊咧修理厝无啦真专心，无注意，拄好伊骨落来，咱的厝顶，咱即两礼拜拢咧整修咱教会外观咱真爱感谢雅典执事以及英宗兄，阁有民祥民祥兄弟兄安尼为着咱咧努力，还阁有一礼拜会完成。求主帮助咱咱的厝顶真悬但是主人会讲，我伫这厝顶无说你拄骨落来，哇！这群羊仔拄好经过，我拄好跋伫这群羊仔的内面，我爬起来我无代志，煞地死着一只无辜的羊，因为迄只无辜的羊为着我死，所以我纪念这只羊仔，所以伊用这只羊仔的像的模型放伫咧厝顶，来纪念这只羊仔为着伊死啦。所以这只羊仔是伊的主人活，所以主人纪念伊。这是一个故事，伫澳洲的农场。所以耶稣嘛是为着咱，耶稣死，咱来得着活。包括一个羊羔会准备照旧约，是爱无瑕疵。摩西甲阿伦民众讲，咱要准备这只羊仔时，爱选定无瑕疵、完全，而且阁是公的。而且阁是还未满1岁，所以这只羊变羊羔就是细只羊仔咱要大只，阁还未大只所以这只羊仔会当是山羊，也是绵羊拢无要紧，但是爱完全爱完全，然后阁爱将伊的血来放伫抹伫门框的顶面。这只羊爱用血甲逼互色，全家来享受这只羊。跋过节的羊羔是无瑕疵的。那亲像耶稣是无罪，互判做有罪，所以耶稣的无罪超越这只羊仔的无瑕疵。虽然放走的是巴拉巴，总是耶稣是为着咱来钉伫十字架顶。彼拉多为着要互百姓会当安静，但是耶稣是为着世间人来背这个十字架。搬过节是为苦来变做甘。所以包括这犹太人纪念因伫埃及苦难伫遐做奴隶，所以用搬过节晚餐来纪念。所以因毋是食羊肉咯，因是食啥？因是食羊的原味。圣经讲袂当用水煮阁爱掺啥？掺苦菜，然后阁爱掺无甲饼有孝饼所以代表因伫遐做奴隶的日子。犹太人现代因的即个咧过即个搬过节晚餐是即马是变较有气氛啦。因会做伙组织，然后点蜡烛，然后开始讲咱晚餐要开始啊，然后先祈祷，祈祷了先啉一杯餐前酒，然后就有即个青菜混咸水，代表因伫埃及的苦难，就是那亲像即马因讲的这苦菜然后爬无甲饼，而且伫这个所在食到这个时阵，大家讲搬过节故事，了后，佮爱讲着救赎的代志，然后就爱食苦菜，到最后因会唱歌，佮邀请弥赛亚来做伙来，因的弥赛亚还未来，咱的弥赛亚已经来是耶稣，所以到最后因会祝福明年伫耶路撒冷来过搬过节，这是即马现代人因的方式咧过犹太人，犹太人咧过搬过节，这是做有气氛的所以搬过节是准备要得胜的日子，因为食了这顿的过日透早起来，埃及的大囝拢已经互上帝拍死。
所以以色列人会当埃及人讨什么？讨黄金、讨银。吼，这是出埃及记第12章35节到36节讲的。吼，这个时阵是因上介痛苦的时，是埃及人，是犹太人会当甲埃及人抢劫，讲黄金给我，吼，给我恁的珍珠。埃及人这个时阵嘛袂当反抗啊，拜托恁紧走啊！恁甲阮吼害甲遮凄惨，吼，互阮大囝拢无啊。所以因要离开埃及的时，是早真侪的财物是埃及人讨的。但是这个晚餐到伫耶稣的时代，吼，旧约爱食规只羊啊，配无甲饼，佮配苦菜。但是今仔日咱咧搬过节晚餐，是耶稣设立的晚餐，是用火来设立的新约，就是照圣经所甲咱讲，耶稣摕饼祝谢来拜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伊着行呢来纪念我。然后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所以当咱即摆咧过节搬过节时，咱是咧纪念。虽然咱爱纪念犹太人因离开埃及，纪念，甲个纪念耶稣为着咱设立迄个晚餐。所以这个晚餐后来成做咱的圣餐。所以伫咱的眼中，伫咱的心中，甲咱的信仰的中间，是耶稣用伊的宝血来设立这个圣餐。所以搬过节晚餐已经成做圣餐。后礼拜咱要守圣餐，是当时上时嘛要过偌济，所以咱每一个有受洗的人，定心定头生对洗对着定头生的人，咱要甲主做伙同坐道，嘛要来思考咱所犯的罪，伫主的面前来痛悔。所以耶稣亲像这个大祭司，耶稣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圣殿的场，圣殿的这个布裂开的时，互咱人世间人甲上帝定心搁好。耶稣等啊，亲像进入圣殿上界内面迄个至圣所，上帝求赦罪怜悯的迄个大祭司，因为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会当入去，所以当迄个场里裂开的时，是互咱人定心甲上帝佮建立好的关系。所以耶稣伫搬过节为着咱牺牲，嘛为着咱将圣殿的场迄个场甲裂开，互咱得到救恩。所以耶稣的救恩解决咱罪的问题。但是咱信伊的人，咱来伫主的面前来悔改，来警醒家己。食搬过节晚餐，今日警察甲咱讲，第一爱爱下腰大，爱穿鞋，然后手搁爱揢安那揢长。该赶紧食哦，毋是像即马安尼慢慢食，因为迄暝上帝要骗行全埃及地。要将一切偷生的拢甲伊拍死，独只有门顶面有抹羊血，上帝就安尼搬过，无入门来杀死偷生的。所以这是上帝要骗行全地。当因食羊的时，袂当留甲透早，因为即只羊已经献做祭，已经成做圣物啦。就算讲你食剩的，嘛袂当讨债，因为即只羊是圣的，所以到伫明仔载食无了，就爱甲伊烧掉。所以当全以色列家咧纪念即个日，守做上帝的祭祀，世世代代拢爱遵行。这是旧约咧食搬过节晚餐，爱战战兢兢，那亲像要紧急来离开埃及。这羊羔既然献做祭，正做圣物，就袂当留到透早食剩的袂当留到透早。不过伫耶稣受难进前，当耶稣未设立这个圣餐进前，拢是犹太人咧想搬过节。总是耶稣设立圣餐了，正做咱顶头生的人，咱有洗礼的人，咱有伫正人的面前告别你的信仰的人，你有认捌
上帝认捌耶稣基督成做你的救赎的人，会当来收这个圣餐。已经是无分你是倒一国的人，只要你是有洗礼、有信主，伫咱一主、一信、一洗，一个上帝的下面，咱拢会当做伙来收这个圣餐。所以咱要收圣餐之前，牧师爱讲讲啥物话？凡属伫教会有洗礼的人，就是咱长老教会讲陪餐会员，就是圣灵会员，会当做伙来收圣餐。祭司因每一日侍奉上帝，拢献共款的祭物，但是祭物一定袂当拄罪，只有耶稣基督献一届，成做永远的赎罪祭，互咱的罪来得到赦免，来得到投放，嘛，互咱正伫罪人的中间来得到自由的身份。上帝设立这个搬过祭，这是以色列人中间唯一伫暗时献的祭，所以是一日的中间上晚献的祭，嘛表示讲，这耶稣成做这上晚献的祭，成做这羊羔。所以咱即摆无搁行献祭这个仪式，咱用礼拜成做芳芳的祭来互上帝欢喜。所以是耶稣带领咱进入这个新的约，纪念耶稣伫咱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咱7日的头一日，每一个礼拜日，咱拢爱伫礼拜中间来孝念咱的主，因为主体恤人的罪以及人的性命，献伫搬过节内面的羊羔，就是最后耶稣用伊的本身，成做这个羊羔献伫祭坛的顶面。完，咱拢会当纪念主为着咱来受苦，纪念主成做这个搬过节献伫祭坛顶面的羊羔，伊所流的宝血来洁净咱，嘛成做立这个新的约定的一个记号用做宝血来洗清咱的罪，咱同心来祈祷。主，你听阮，用你的独生圣囝，成做搬过节所献的羊羔，因为犹太人孝念这只羊所流的血，互因得到活命。因为这个血的记号，主你骗行全地时，搬过我有羊血，伫门徛有羊血，门外有羊血的厝，你得搬过，互犹太人得到活命。恳求主你帮助，耶稣伫2000多年，为着阮来牺牲，为着阮来死十字架顶，阮知用伊的宝血来设立这个新的约，就是阮甲主你定心立新的约，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伊的本身，借着耶稣基督伊的肉体，借着耶稣基督的活命来替换世间人的罪。恳求主你怜悯阮，阮有时会犯错，有时无下主你的旨意，求主你怜悯。阮伫受难酒的时，嘛甲主你同受难，来知主你为着阮来背这个十字架，为着阮来顶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来受平等的侮辱甲鞭挞。你所流的宝血来洁净阮，来洗清阮，互阮的忧伤，互阮的痛悔来得到医治，来得到帮助。恳求主你怜悯阮。因为阮是土粉所做的肉体甲器具，因为阮有时会行毋对，有时无合主你的旨意，但是主你怜悯阮，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来洗清阮、来除去阮。阮伫这个礼拜，阮安静来孝念主，你为着阮行十字架的苦路，主你为着阮心白白艰苦。因为你要行这个十字架路的时，主你的心非常的孤单。你嘛知学生会离开你，总是你犹原家己勇敢来接受主予你的任务。主啊，伫你的面前，阮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
阿门。接着，咱做来吟回应诗，新生诗第112首，现在咱做起立吟全首。主保惠为水清蓝，主保惠为水清蓝，主保惠为水清蓝，一无尽救难，主恩典为拯救难。主恩典为拯救难，主恩典为拯救难，一无所悔难。来称赞咱主天父，来称赞咱主天父。来称赞咱主天父，伊有保守咱。现在请坐，接着咱做同心来奉献，请属献的同工出来接献。现在请起立。接着，咱做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周报头前面，咱台语做伙来读2摆。恁的羊仔着无下树的，未满年的羊羔仔，恁着对绵羊中，也是山羊中处伊拢通。好，搁一摆来。恁的羊仔着无下树的，未满年的羊羔仔。恁着对绵羊中，也是山羊中处伊出埃及记12章第5节。接着，咱来介绍新的朋友，以及对教会事工来做报告。今仔伫咱当中有2位姊妹吼，一个徐淑成姐妹，吼。伊是林和长老的表妹嘛，吼，嘿，好，欢迎到伫咱当中。
搁另外一位是红黄菊姐妹，伊是侯月女带伊来啦吼，嘿，伊的迄个居家陪伴啦吼，甲伊做伙来安尼，嘿，咱真欢迎伊吼，做伙来到伫咱的当中。忙过来有好的机会，通好甲咱做伙来聚会吼。所以接下来做教会事工的报告，咱做伙来看教会事工。今仔日下晡点半吼，咱有一个只要真理课，针对咱的要领洗礼的慕道友，吼一定要拨忙来参加。咱安排问道理的时间是拜二暗，吼8点，请迄个小会员备班。第二项，咱信德奖学金的申请到今仔日截止，吼若会记日，吼有符合的，就到今仔日赶紧来请，吼。第三项较要紧。续接即礼拜，今仔日是教会日所定的中秋主日，吼，嘛是咱受难周的开始。望咱的兄弟会通好来行，吼，伫受难周的当中，无伫安排请人客啦、旅行啦、娱乐这等等的活动，吼，通着以读圣经、吟诗学乐、祈祷来甲主亲近，来孝念咱的主。望来通好咱三甲来。行遮个吼，第四项受难日，咱拜五吼北中的西区，咱有伫湛江教会来举行耶稣基督受难日的联合礼拜。咱教会嘛有来做一个网络的直播吼，一个同步直播的点，所以咱兄弟嘛通好伫拜五暗。吼，通好做伙来，咱真有报名，吼，圣餐所要用的饼甲葡萄汁，吼，咱伫1楼才来登记，到时才来摕。来后主日，吼，4月7日后主日，搁较重要是咱的国外节，咱要来举行国外节的联合赞美礼拜，吼，邀请咱兄弟做伙来，用欢喜的心来庆贺主耶稣，搁再活。后主日咱有礼拜煞有爱餐，吼，请咱兄弟会通家己备办家己的环保餐具。咱后主日不但是要举行国外节赞美礼拜，同时咱嘛要来举行圣礼典，嘛有兄弟要伫当中来领洗礼。报名要献圣礼有佳音，圣灵洗礼有。平宜咨问中信洪泽以及义信，吼，请这兄弟来备办，下晡嘛记得留落来上课。咱后主日嘛要来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咱受请的名单有牵伫遮，若有落到2、5个，吼，通好来对干事者来提出。咱后礼拜共款，咱联合礼拜煞爱餐了。经上课叫爱餐，吼，咱伫个爱餐进前有一个研习的课，吼，要来教咱的兄弟要安怎来做交代，以及咱防疫的事工，吼，望咱的同工，吼，兄弟会通好帮忙留落来。续接咱有新安宫第2季的已经到，吼，伫楼骹交代遐，咱通好家己来摕。复杂的轮值表嘛已经打出来，为兄弟，你若是有留你的电子邮件信箱伫干厝遐，伊嘛直接用 email 寄互你，吼。你若感觉讲有收到 email 来收即个物件，伫手机不管第时去到倒拢较方便看，你嘛通好主动将你的电子邮件信箱留互干事，吼，过来伫每一季的迄个复杂轮值表出来时，就寄互你，吼。咱拜3的查经祈祷会，阁有拜4在读经班。吼，望咱的兄弟有时间的，拢通好帮忙来参与。拜4下暗的家庭礼拜，若有要安排，通好甲小兰长老再来联络。吼，手机周报警员才有。具体交通的部分，吼，咱才有几位兄弟伊特别的需要。望咱的兄弟伫咧甲主3千群的时，嘛会通为着这个兄弟、这个家庭来为因提名代祷。搁一个总会中会消息吼，咱
5月初1拜六顶晡的9點到12點，伫大中庭教會北中的傳道部有辦理一個中級的訓練會，伊的主題是不受攔阻的福音，找回失落的前程。咱真歡喜邀請到林宏信牧師到佇即當中，望咱的中級同工會通去幫忙來報名參加。以上。咱拜五是耶稣受难日，咱社区有联合的礼拜，咱嘛是采用直播的方式吼。咱若要做伙守圣餐的，要参加的，咱请伫下骹登记吼。咱有泸州甲西区报60个名额，咱即摆有30个吼，还佫有30个，所以佫会当用用吼。超过60个，可能要家己炸饼甲八个婆食来吼，因为即个是用个生餐包的方式啦吼，所以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吼。一个礼拜是是耶稣过活日，吼，咱要伫遮做伙三甲来举行过偌济礼拜。像是咱有一个训练啦吼，咱先困邀请相连团契的兄弟吼，会当来参与即个服侍吼，特别是招待甲防疫，以及同心团契吼，就是讲你若无伫献歌队吼。也是无担任中职，你有较侪时间会当侍奉的人，咱最主要是要找遮的人啊吼，莫讲或者献歌队的人啊，甲迄个变装吼，踮咧走去招待可爱了吼，嘛礼拜日的透早拢爱练到差不多8點45、50这个中间吼，所以咱是要来找种你有时间、有能力、有精神、有体力吼，会当伫8點半来到教会，会当做招待甲翻译。8點半是算較晚，其實只係個較早一點，因為獻歌隊攏8點20出來啊，所以你若當佢8點20吼，來徛佇門口吼，甲伊量即個額溫吼，這是咱是要用意是佇遮啦吼，所以你若有符合遮個條件人，請後尾擺你主動留落來，留來差不多10點40，咱一個小小的演習吼，甲說明，甲差不多11點多吼，才點我咱較做伙用愛餐，安尼好無吼？若是有先留來無代志做的吼，兄弟你就伫1樓交陪安尼，好，願上帝賞互咱個邊仔人吼請安吼，平安。煞接咱做起立來吟尾變詩，吟詩煞請牧師祝禱。一心天悲願感謝你，修靈傳給你扎根，心內罪惡的你面前，對主不悔，大地捨棄。願你所要我命真理，你關心來結合結晶，獻出靈愛最後模樣，引傳朗朗靈魂的救，願被洗刷救主屬後，困苦的人在快樂，心之所他光當行，願應不及，應個你名。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耶和華賜福保護恁，願耶和華的面常常光照恁，守護恁，願耶和華歡喜的面看顧恁，賞賜恁平安。阿門。
请坐。